哇，今天那個美式懶豬 bro，還要用這個 QQ 通心粉為這個中點拿水，剛好蓋過那些意大利麵糟糕。把水煮滾。喂，另外一個pan pan材料芝士脆脆啊，打碎它 bro。喂，水滾啦，像中小河。喂，band 攪拌 band 煮到 man 7-8分熟。哇 bro。喂，現在水都差不多蒸發掉咧，麵都熟啦。加呢個丹奶，還有奶油。Bro，還有這包賢者芝士腸。包賢者咧，咁樣直接倒進去就 OK 啊。喂，水溶性啊，你睇下咁樣咧，嚼一嚼就溶啦。喂，有時好似咁啊，扯惡咧，只係吃包賢者芝士腸啊。係啊，喂，水溶性車位，係啊，做釘粉嘅有份，哇，真邊溝水邊補水咁啊，喂。完美，那些蛋奶滾啊滾最小火。我今天用自己切的起司啊，係啊，包裝那些咧用得不好啊。喂，嗱，這個咧是單威車打，這個是巴馬神。皇家起司啊 ，bro！ 哇，很扯哦，係啊，這個方法咧，你加什麼起司咧，它都不會結到一嚿嚿咁樣啊。哦，你看嚼完多滑 ，bro！ 我煮到自己喜歡嘅質地，然後最後調味，bro，那個靚靚碟，仲扯我食物不用太靚，那個碟一嘢劈上去。再撒一點芝士脆脆你看完美雞飯餐 bro，哇，很滋